大家好，我係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嘅副教授黃天佑博士。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係數學障礙。數學係一科必修嘅科目咧，相信大家都知道。但係數字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邊擔當住一個咩嘅角色呢？相信唔係個個人都察覺喎。例如我問你今日幾多號，而家幾多點，落去買嘢食，要買幾多粒魚蛋，幾多粒燒賣，幾多杯嘢飲，幾大杯嘅嘢飲，夾埋要俾幾多錢，俾100蚊要找幾多錢，呢啲全部都係數字。除此之外，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STEM 呢個 term。STEM stands for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同 Mathematics。咁 STEM 越嚟越受重視咧，係因為社會好需要呢方面嘅人才。而 STEM 入邊嘅 Mathematics 相信就係呢幾科入邊嘅基礎，因為如果數學計唔好嘅話，大家可以想象呢啲學生第時讀工程、讀科學嘅時候會遇到幾大困難。呢啲科目全部都要計數，所以學好數學咧，其實係等學生喺升學上面有更多嘅選擇嘅。數學咁重要，但係偏偏有啲學生咧喺數學學習上面咧遇到一啲好嚴峻嘅困難，呢個情況我哋叫數學障礙。喺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入邊咧，數學障礙其實同讀寫障礙一樣，係其中一種學習嘅障礙。有數學障礙嘅學生咧，佢哋數學成績一路都好差，但係佢哋數學差嘅原因咧，唔係因為視力、聽力、智力又或者唔夠學習經驗所引致嘅。有部分患有數學障礙嘅學生咧，佢哋可能同時有其他嘅障礙，譬如讀寫障礙、過度活躍症等等，但係亦都有啲情況咧，佢哋嘅困難係局限於數學嘅。而數學障礙呢個情況，除咗影響學生嘅學業之外咧，更加有機會影響到佢哋嘅日常生活。陣間我會舉個實例去說明一下，有數學障礙嘅學生究竟喺生活上面會遇到啲咩困難。咁數學障礙呢個情況究竟有幾普遍呢？外國嘅研究就顯示咧，數學障礙嘅普遍率咧大概係6%，而本地嘅研究就顯示咧，香港嘅普遍率咧大概係7.8%。換句話說，每13個人咧就可能有1個人有呢個情況。而我哋睇返小學每一班大概20幾人咧，即係話每班可能大概有2個學生咧有數學障礙呢個情況啦。咁患有數學障礙嘅學生到底會遇到一啲咩困難呢？嚟緊我想用我哋研究團隊之前遇過嘅一啲個案去說明患有數學障礙嘅學生喺數學學習方面嘅困難有幾嚴峻。咁或者我哋由最基本嘅唱數開始啦。我哋會邀請學生用唔同嘅方法唱數，例如順數啦，每2個一數，或者每10個一數咁樣嘅。咁呢度係其中一個患有數學障礙嘅學生嘅回答。喺順數嗰度，我哋要佢由7開始一路數落去。咁佢嘅答案係7、8、9、11、12、13、15、17、18、19、20、11、12。你見到佢咧，中間會跳咗啲數啦，例如個10冇咗啦，14冇咗啦，16冇咗啦。而佢數到20之後咧，又會跳翻去11喎。我哋亦都邀請佢由10開始每2個一數，而佢嘅答案係10、12、14、15、19、16、22、24、26、30。大家可以見到咧，佢跳跳下雙數會跳咗去單數啦，由15又跳去19，然之後又跳翻落16，跟住就彈上去22喎。咁中間亦都唔見咗個28嘅。最後我哋邀請佢由12開始每10個一數，佢嘅答案係12、22、27、32、42、52、72、82。咁大家可以見到咧，佢會由22跳咗去27啦，跟住52直接跳去72，就唔見咗個62啦。咁大家可以見到咧，呢個1年班嘅學生咧，佢似乎連數數都未數得好喎。而另外我哋亦都會俾啲阿拉伯數字佢睇啦，叫佢讀出嚟。咁佢係成功讀到3，讀到6，但係8佢讀咗9，14讀咗41， 19讀咗48，20讀咗40，43讀咗1043。
咁大家可以見到咧，佢係讀數字都遇到困難嘅。我哋咧亦都會同佢哋做啲估算嘅任務嘅喎，譬如我哋會俾呢啲數粒佢，叫佢估下呢度有幾多粒。咁呢度咧，可能普通人會覺得呢度有20至30粒左右啦。咁但係有啲有數學障礙嘅學生咧，佢哋會覺得呢度有8粒，又或者另外一個極端，佢哋可能會覺得呢度有好多，所以有100粒。另外，我哋都會畫一啲數棒，話俾佢聽第一條係10，叫佢估下第二條同第3條分別代表幾多。咁喺第一個學生咧，佢估第2條數棒嘅時候，佢估得好準確嘅，佢知道呢度係5。咁但係估第3條數棒咧，佢估咗1萬喎。再睇下另一個學生，佢估第2條數棒咧，就已經估得好奇怪啦。第2條明明短過第1條，但係佢覺得嗰度有20。咁第3條咧，佢就估咗300喎。咁喺呢啲估算任務入面咧，我哋睇到有數學障礙嘅學生咧，其實佢哋唔係好清楚每個數字佢所代表嘅數量其實係有幾多嘅。估算完之後，我哋請學生真係數下啲小方塊啦。嗱，呢度有114粒小方塊，你估下患有數學障礙嘅學生，如果叫佢數嘅話，佢會數咗幾多粒出嚟？佢數咗6000粒。點樣數到6000粒呢？我哋一齊嚟睇下啦。首先佢知道黃色嘅大方塊代表100粒，跟住呢，佢會咁樣數剩翻嘅紅色小方塊：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跟住之後點算呢？2000、3000、4000、5000、6000，所以佢數到6000粒小方塊出嚟啦。咁喺呢個例子度，你都睇到患有數學障礙嘅學生咧，其實可能喺一啲好簡單嘅數學任務入面咧，佢都可以錯得好離譜嘅喎。頭先我就分享咗一啲患有數學障礙嘅學生喺數學學習上面嘅困難。咁呢啲學生喺日常生活上面又會遇到啲咩困難呢？我想分享一個例子俾大家聽。呢個例子係一個1年班嘅小妹妹，佢上中文堂嘅時候，成日都俾老師鬧。原來老師叫大家揭去第26版，但係佢根本唔知道第26版即係第幾多版，所以揭唔到老師想佢揭嗰版。咁喺呢個例子度，我哋睇到咧，數學學習如果有困難咧，其實會影響一個人嘅日常生活啦，同埋其他科目嘅學習嘅。咁作為老師，我可以點樣去判斷一個學生會唔會有機會有數學障礙呢？咁歸納咗我哋研究嘅經驗咧，我哋會見到咧，初小患有數學障礙嘅學生咧，佢可能有以下嘅表徵嘅。首先喺數方面，佢哋可能已經遇到困難啦。例如我哋叫佢由1順數到100，佢未必會做到。又或者當我哋叫佢數物件以每2個、5個或者10個一組咁樣數嘅時候咧，佢哋亦都未必做到嘅。另外喺估算方面咧，佢哋亦都有困難嘅。譬如佢哋未必好理解數字同數字之間嘅關係啦。例如我俾90同150兩個數字佢，問佢邊個近100多啲，佢未必答到。另外喺估算物件方面，佢哋亦都有困難。譬如去到一個遊樂場，佢入邊大概有20人，試下叫佢估下入邊究竟有幾多人，睇下佢估得準唔準。除咗頭先呢啲簡單嘅數學任務之外咧，背乘數表同埋問字體亦都係2個關鍵嘅數學任務嚟嘅。到底學生可唔可以順利咁背到1至10嘅乘數表呢？同埋喺解答問字體嘅時候，究竟佢睇完問字體識唔識得列翻條啱嘅算式？佢識唔識得用一啲數學詞語，例如共有、合共去代表數量嘅總和？又或者其他嘅數學詞語，包括相差、餘下去代表數量嘅差異呢？其實都反映到佢喺數學學習方面咧，會唔會有顯著嘅困難？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一個學生有以上嘅數學困難咧，佢哋應該好難喺限時之內完成到佢哋嘅數學測驗或者考試。另外，我哋嘅觀察亦都睇到咧，有數學障礙嘅學生咧，喺理解月曆方面有困難。譬如佢哋未必識得睇今個月係幾多月，今日係星期幾。咁老師如果觀察到學生有以上面提及過嘅困難咧，呢個學生可能有患數學障礙嘅風險啦。雖然頭先提及過患有數學障礙嘅學生，除咗喺數學學習方面遇到好多嘅困難之外咧，佢哋喺日常生活方面亦都遇到唔少嘅障礙嘅。咁但係因為香港現時係冇一個有效嘅
系統去識別同支援呢啲有數學障礙嘅學生咧，所以佢哋嘅需要係未被照顧到嘅。